多謝寶能局信任我哋星格，可以做到一個咁大型嘅 project。知道中心有呢一個活動嘅時候，其實我唔敢玩咯，但係佢哋睇得出我嘅光。社會入邊唔同身份、唔同職位嘅人，因為一顆熱誠做咗呢一場 show。好多年青人因為一啲問題、一啲迷失去沉淪去毒品，我好希望透過呢個音樂劇宣揚一個禁毒嘅信息俾大家。唔知on show 最重要係咩？就係咖啡。琴日未表演嘅時候喊啊！日後努力發展。相見共約定，朝着終點。就在這天，共來有關天片段，經過了數萬次，仍舊在意，能同我歡呼起舞，盡情地過200天，共在這天，能同行年月，共你再次對峙，一定要長線，同行能再相。咁我相信我都唔係好特別嘅一個啦，就係正正呢啲咁 common 嘅故事，而家好多年輕人都經歷緊嘅嘢。戒毒嘅路唔易行，勉勵緊而家年輕一代點樣去拒絕毒品。一個人可以行得好快好快，但係一班人可以行得好遠。鼓勵自己都好，亦都可以鼓勵到其他人。而希望今日嚟到睇佢哋演出嘅你哋，亦都接受到呢一份嘅 energy， 呢一份嘅 vibe， 呢一份嘅愛同關懷。希望嚟緊同多啲年輕人合作，做多啲好歌去感染呢個世界。